路加福音第21章，耶稣抬头看到好野人将因的现金献落去奉献柜，伊阁看到一个散车的官夫献2个铜钱仔落去。耶稣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这个散车官夫献入去的，比正人献的搁较多，因为因拢是献用剩的。毋过，这个官夫虽然真散车，犹顾摕所有的生活费拢献落去。有人伫谈论圣殿是用好石甲奉献的米来装饰的。耶稣讲：日子得要到，恁伫看的遮的一切，无甲一块石会塌伫别地顶面，拢会受拆毁，拆甲平。门徒问耶稣：老师，这个代志什么时会发生？这个代志得要发生的时，有什么兆头？耶稣讲：着谨慎，毋通受迷惑，因为有真侪人会利用我的名来讲，我就是基督。佮讲，时机得要到啦，恁毋通缀因去。恁听到战争甲暴乱的消息，毋免惊吓。这个代志一定会大声发生，毋过终局袂随时到。耶稣继续甲因讲：民族会起来攻击民族，国家攻击国家，有大地动，真侪所在有饥荒甲瘟疫，阁有通惊的景象甲大的新热对天顶出现。这个代志发生以前，人会甲恁掠，甲恁迫害，甲恁交互会堂甲监狱。恁会为着我的缘故，互人掠去君王甲总督的面前。这个是恁做见证的机会，所以恁的心着抓好定，毋免先想要安怎辩明，因为我要赐恁口才甲智慧，互恁的对敌无一个会当对抗，也是反驳。连恁的父母、兄弟、亲情甲朋友，嘛会甲恁出卖。恁中间有人会互因害死，恁会因为我的名，互众人怨愤。不过，恁连一支头毛都袂失落，着忍耐，才会得到性命。恁看到耶路撒冷互军队包围的时，就知这个城得要毁灭啦。迄时，伫犹太的人就逃走去山内，伫城内的人就离开，伫庄骹的人毋通入城，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，是要应验圣经所记载的一切。伫遐的日子，有新婴的，甲互婴仔食奶的妇人人真不幸，因为大灾祸得要临到这个地。上帝的大受气得要临到这个百姓，因为互刀剑刣死，嘛会互人掠去别国。耶路撒冷会互外邦人吞打，直到外邦人的期限满，日、月、星拢会显出兆头。地上万民会因为海涌哗哗吼惊吓不安。人会因为这世界得要发生的代志惊甲昏去，因为天顶的光体拢会摇绝。迄时，人会看见人子充满光荣，甲大阳光坐云来临。这个代志得要发生的时，恁着举头挺身，因为恁的拯救得要到啦。耶稣佫用譬喻甲因讲：恁看无花果树甲一切的树，恁一个看到这个树不远，就知夏天得要到。亲像安尼，恁看到这个代志发生的时，就知上帝国得要实现。我实在甲恁讲，这世代还袂过去，这个代志拢会发生，天甲地会消失。毋过我的话绝对袂消失，恁家己着谨慎，
才免因为贪食、酒醉，甲生活的快乐，互恁的心麻痹。直到迄日，亲像落梦忽然临到恁，因为迄日月啉到带伫全世界各所在的人，就不时警醒、祈祷，互恁有气力通逃避一切得要发生的代志，通徛伫人子的面前。即几日，耶稣日时拢伫圣殿教世人，暝时出城去橄榄山过暝，众人拢透早就去圣殿听耶稣讲道理。